一般来讲吼，你一个人要甲分析啦，无简单哦，无简单哦。我捌看过吼，分析因为我分析案办袂少啦，啊，有人一支美工刀，美工刀都会当甲头啊，啥物来分析，这个人创啥？你最大在啦，伊遐个背景啊，无就是台低的嘛，台低的啦，台低啊，就有伊遐个背景啊，知影人的迄个，其实人一支美工刀都会当甲你分析，但是呢，这是专业的，因为你知影对一搭是迄个咱的。尤其人死了用的嘛，对，用爱无连结，正讲你接的迄种，迄连结干那啥物嘞？迄个算韧带啦，吼，咱讲韧带，啊，甲迄个肌肉吼，韧带连接，啊，你的美工刀就来啊，你安尼慢慢来用，慢慢来用，啊，长去了，啊，慢慢用的，啊，骨头就分开，啊，头嘛共款啊，吼，所以呢，骹顶顶，啊，但是一般的人拢无这个技术，无这个概念，所以会用到啥？用到机啊，几下摆呢分析拢用到机，啊，用到机啊，规矩讲推啊讲，对，讲推啊，你但是讲推啊讲，你的刀会长去啊。你大骨头，骨头才粗着，你要讲的时，你刀啊挡袂掉啊，所以拢爱怎么？迄个剁骨刀，你当然迄卖鸡巴店迄个大，我迄粘刀啦，迄专业的安尼落去剁啊挡袂了，总讲腿啊讲更酷，哦安尼啊，所以这一般呢会当为伊分析的方法，咱来判断这个人有专业无专业，哦啊，所以呢我看呢伊。这个刑犯呢，这个张的这个嫌犯呢，伊唔是真专业啦，但是呢，伊就是算内底有可能有迄个情的问题、受的问题，搁钱的问题等等吼。我想呢，介重因那成啦，那会讲差不多50年啊，其实去用关头20几年嘛，正常的头30几年啦，30几年出来，伊30几年呢，伊压掉了，因本身呢，伊伫迄个。做兵的时阵，伊犯的罪是当抬头的呢。死刑。迄个你性侵迄阵叫做强奸嘛，吼，强奸嘛，啊，迄阵罪伫军法迄阵有戒严呢，迄枪杀的呢，啊，表示伊有安尼迄个性格啦。咱台湾甲外国有一寡对这分析的这个动机有去做一寡研究。第一点就是讲，拄仔咧讲的，就是毁尸灭迹，这上定定看到。啊，第二个是安怎？有的一种的或者情杀嘛，爱你，我爱你袂着，毋是祝你幸福，就是甲你杀互死，佮甲你杀了，佮甲你分的，这是一种的，或者伊这褒赏的，又或者褒赏型。褒赏型。啊，第三种较特别，是甲宗教有关的，现在要甲杀啊，你都无专心，歹势，你都无法度找我报复，这宗教的。国内国外拢有即种啊，第四种吼是对种，就是讲我可能啊，反正你都杀无涨啊，迄要获利，我就是要钱的，就是甲你抬了来找无，反正你嘛是来赔我，这获利。啊，第五种就是拄阿先生咧讲的，你若讲你是屠夫，还是讲你是医生，你是毋是你甲你的职业，我手了袂歹嘿，甲职业有关系，所以一支美工刀，还是一支手术刀啊都会使。啊，第六种就是讲咱以早就是讲，有第六种。国家的刑法，但是即马较无看啊。那我要个很真紧补充者，就是讲台湾进前2000年开始，有人对这个分析的案件去做一寡研究，伊有归纳几个啊，这犯罪人的特性。我简单甲听众观众要报告者，第一点，伊吼拢是查甫的较济，加害人这拢甲查甫较济。第二个，伊吼这个分析这个代志，甲伊的职业可能无完全的关系。有当时啊，你讲可能你是屠夫，还是你可能是一般老百姓，啥物拢有可能。啊，第三个就是讲，伊吼有诶是讲啊，我就是有病，有诶会用精神疾病来做抗辩，这过去研究的结果。啊，过来第四个就是讲，这是咱一定爱去预防的。伊呢在犯案的时阵，进前无一定有前科，有诶是有，有诶无。哦，佫无一定有前科。所以拄啊，斌哥咧讲。这可能甲或者咱今日讲的反社会人格嘛有关系啦，就是讲伊无算讲无一寡感情的因素伫内底，吼，算讲伊就无情的，无情的人啦，吼啊，所以讲即马来讲，你会发，你看讲，就是这个问题就出伫遮，所以啊，被害人嘛是吼，足侪代志嘛是啊，被害人有当甲加害人拢是有熟悉，所以这拢爱有防者。